今日講到嘅經文係出自詩篇16篇1至到11節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對耶和華說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。論到世上的聖民，他們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悅的。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他們的愁苦必加增。他們所澆奠的血，我不獻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。我的產業實在美好。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，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自動搖動。因此，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。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，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好高興今日由崔偉正傳道為我哋講道，佢所講到嘅題目係安穩在主裏。請崔傳道。弟兄姊妹平安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慈悲嘅天父，願你嘅安慰，願你嘅平安臨到我哋每個人當中，擔開我哋心裏邊嘅憂患，拿走我哋心裏邊嘅苦澀，以致我哋能夠安穩喺你嘅主裏邊。我禱告奉耶穌嘅名祈求。究竟人要喺咩時候先至能夠有真正嘅安穩？人要到幾時先至能夠有真真正正嘅安穩？係咪呢份工穩定啲，你就可以好安穩？係咪你供完層樓，你就可以好安穩？屋企人冇病冇痛，你就能夠好安穩？啲仔女生性啦，大晒啦，唔使自己擔心啦，咁你咪真係好安穩。功課交晒啦 ，FIP 就做完啦，咁係咪好安穩啲啊？係咪我哋嘅生活穩定啲？係唔係我哋嘅經濟或者我哋嘅生意穩定啲？甚至乎我哋嘅身體好啲，人生順利啲，我哋就會安穩啲，係咪啊？如果我哋係因為我哋嘅環境好，所以先能夠有安穩嘅話，好抱歉弟兄姊妹，我哋好失望，係咪？我哋嘅環境從來都未好過，我哋嘅社會環境從來未好過，我哋嘅人生處境都唔到我哋控制。究竟人要去到幾時，要喺咩時候先能夠揾到真真正正嘅安穩？我覺得安穩係一種狀態嚟，安穩係唔受環境影響，甚至乎安穩係可以話喺任何環境好與壞都可以保持住嘅一種狀態。安穩唔係決定喺個環境嗰度，弟兄姊妹，我問下你啦，邊一個決定你安穩？係出糧俾你嗰個啊，定還是係賜豐盛生命俾你嗰個？嗱，呢首詩咧，可能係大衛寫啊，第16篇。呢首詩嘅詩人一開始就好清楚咁話俾我哋聽，佢話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。然後第二節佢又咁樣講，佢話你係我嘅主，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。嗱，詩人可能面對住啲危險啦，生命嘅威脅啦，有啲艱難啦，所以佢求神保護佢啦。嗱，我哋唔係好知道，經文冇交代得好清楚。不過詩篇裏邊呢個嘅詩人就好清楚咁話俾我哋聽一樣嘢，就係
相信神嘅態度係乜嘢啊？佢裏邊講得好清楚嘅就係投靠。佢認耶穌為主，佢將上帝睇成為佢嘅避難所。上帝係佢嘅獨一嘅主，佢一切嘅幸福嘅源頭咧，都喺上帝嗰度。嗱，弟兄姊妹，有冇諗過其實信耶穌都係咁樣嘅？我哋信耶穌信咩㗎？即係點為之信耶穌？你係咪信一個歷史人物，然後做咗啲歷史事蹟啊？你係咪相信一個理論？即係如果你係相信個理論嘅話咧，你點會為咗個理論而改變你自己生命？係咪？你係咪相信呢個只不過係宗教嚟啊？唔係，信耶穌係相信佢係邊個啊？你啱啱受浸，我已經識答嘅喎。信耶穌，相信佢係基督，佢係我救主嘛？點樣信好啊？投靠咁去信，孤注一擲咁去信。用廣東話講一次就係咩啊？瞓個身內信，感情投放內信。你嘅決定，你所有嘅言行，所有你嘅一切都稱佢為主。你唔係信一套理論，你所有嘢都屬於佢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迫於無奈咁將自己嘅身咧賣咗俾份工，又將自己條命咧賣埋俾層樓啊！咁我哋咧，我哋係屬於邊個㗎？陣間咧，我講完道之後咧，咁啊，領詩咧會帶大家唱首回應詩嘅。知唔知首回應詩嘅歌名係乜嘢？你是我唯一。嗱，咁咧歌裏邊咧，其中副歌裏邊咧有一句咁樣講嘅，佢就話咧：你係我唯一，唯一的靠倚。見到呢句嘛？你是我唯一，唯一的靠倚。嗱，我估咧，即係大家陣間唱嘅時候咧，你可以諗下，究竟你係唱緊呢句歌詞嘅時候，你心裏邊係咪都係咁諗嘅？定還是唱下歌咁樣嘅啫？你是我唯一，你心裏邊點諗？詩人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你係我嘅主，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打算喺上帝以外揾好處，如果你打算喺上帝以外揾安穩嘅生活嘅話，我哋會注定痛苦。我哋會注定痛苦，因為你冇上帝，你咩都冇。離開上帝，我哋乜嘢都唔係。嗱，所以咧，詩人咧，佢好清楚咁樣繼續講落去第四節。第四節佢話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佢就會點樣樣啊？佢嘅愁苦必加增。呢個經文咧可以咁樣翻譯嘅。有人會咁樣譯，就係選擇別神啦，或者追求追隨第二個神啦，或者有個字眼我都覺得幾好嘅，就係追逐別神。追逐別神，愁苦就會加增。嗱，我覺得咁嘅翻譯咧好有意思。對於我哋即係呢班都市人嚟講咧，實在係有劃時代嘅提醒嚟。即係如果我哋今日我哋都認耶穌為主，咁點解我哋又會追逐其他嘢去取代我哋嘅上帝嘅咧？嗱，我估大家咧係唔會貿然真係拜第二個神嘅，係咪？冇人逼到你嘅。我估大家咧唔會貿然咧去揾其他嘢代替上帝，除非嗰樣嘢吸引咗你去。除非嗰樣嘢令你感到好有興趣，令你好有益處。咁嘅講法其實係反映緊，其實每個人心裏邊都有個缺口嘅。你同唔同意？每個人心靈裏邊都有個缺口。有啲人嘅心靈裏邊可能好緊張物質嘅需要，佢確實覺得咧物質真係可以填補佢心靈嘅缺口。有啲人確實覺得佢好需要錢嚟解決佢問題，佢真係好需要呢啲嘢。另外有啲人咧，佢心裏邊咧好多擔心，好多恐懼嘅，咩都會擔心，咩都會憂慮。佢會擔心自己嘅仔女咧，擔心自己屋企人咧，擔心佢哋有冇有病有痛咧，擔心會唔會突然間離開自己咧，又或者咧突然間會擔心自己夠唔夠競爭力咧，會唔會突然間擔心就係我會俾人淘汰咧？好多擔心。弟兄姊妹，無論咩擔心都好。無論係物質嘅擔心又好，無論係心靈裏邊嘅恐懼又好，呢種嘅缺口係令到你好唔安樂嘅，係咪啊？
好唔安穩嘅，好唔知點算嘅。你總係覺得咧，上帝你幫我唔到嘅，至少你覺得上帝唔能夠即時幫到你。當一個人感到好不安、好迷失，唔知點算，揾呢個幫又唔係，揾嗰個幫又唔係，又覺得上帝好似即時唔能夠幫到自己嘅時候，弟兄姊妹，我話俾你聽，你乜你都會走去試，你咩你都做得出，你咩你都走去拜，係咪啊？咁樣其實好危險。我哋睇一段經文，一齊讀呢段經文啊！預備起。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，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，為自己作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如果我哋咧諗住喺上帝以外揾好處，自己揾方法解決問題，換取心靈嘅安穩，我哋嘅結局換嚟嘅就係痛苦、受苦、煩惱。詩人咧喺呢方面咧好堅定嘅，佢冇受影響嘅。咁可能咧因為身邊有班朋友。嗱，我哋睇第三節。第三節咧裏邊提到，論到世上有班叫做聖民嘅人，係咪？有班聖民。嗱，呢班聖民咧係佢形容咧又美又善啦，係神所喜悅嘅。可能佢哋又冇跟隨其他人去拜偶像。有啲人咁樣解，可能呢班聖民咧就係一班好虔誠嘅祭司嚇。嗱，我哋唔知呢班聖民係咩人。但係我哋就知道詩人有班屬靈朋友。你有冇諗過，當你真係唔知點算，心裏邊好煩，想揾人傾偈嘅時候，喂，屬靈朋友好緊要。佢未必幫你解決到問題，但係佢可以同你一齊做咩？祈禱喎，或者佢連祈禱都唔識，可以同你一齊喊，佢就陪你一齊喊，係咪？屬靈嘅朋友係相當緊要。第五節，我哋睇落去啦。第五節一齊讀好嘛？預備起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嗱，詩人繼續講落去喎。佢話上帝咧，你係我嘅產業嚟，你係我杯中嘅分嚟。佢覺得咧，上帝俾咗好多恩惠佢，喺上帝裏邊先揾到真正嘅財富，喺上帝裏邊先揾到真正嘅福。嗱，有少少背景嘅同大家講下。舊約裏邊咧，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咧，就要分地啦。咁啊，12個支派係咪？考下大家，得一個支派冇地分嘅啫，嗰係咩支派？利未。好叻啊！大家，冇錯，就係利未支派。咁好弊，即係個個都有地分啊，我冇地分，咁點算咧？冇嘢揸手喎。上帝咧就咁樣同佢哋講啦。好，我哋一齊讀呢兩段經文嚇，預備起。要話對亞倫説：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內不可有產業，在他們中間也不可有分。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產業，所以你嘅人在他弟兄中無分紅熱。要話是他的產業，正如要話你神所應許他的。嗱，呢班利未人咧，或者呢班嘅可能係祭司啦嚇。嗱，佢哋冇真係冇嘢揸手嘅喎，冇嘢落袋嘅喎，冇地分嘅喎。跟住上帝同你講嗱，我就係你嘅產業啦咁樣，你係咪好抽象？係咪覺得好虛無縹緲？嗱，佢哋就係咁信喎，佢哋唔會擔心自己，喂，我又冇地啦，我又冇錢分啦，我又咩都冇咁樣。嗱，佢哋唔擔心喎，佢就專心一意做乜嘢啊？專心一意做佢哋嘅祭司嘅職分，專心一意去侍奉。專心一意仰望上帝供應，專心一意仰望上帝俾佢嘅份咯。仲有呢度提到咧，即係經文裏面提到咧，上帝係我杯中嘅份嚟。嗱，呢度可能咧係指飲嗰啲酒啊。OK，迦南地咧係流奶與蜜之地嚇。咁又考下大家，除咗流奶與蜜之外，仲盛產乜嘢啊？聽到啦，係乜嘢？係啊，葡萄啊，因為咧12個探子咧，其中2個翻去嘅時候咧，就稱住一大抽嘅葡萄咁翻去。咁可能呢度咧係釀酒咧，酒能夠使到人心裏邊咧係滿足嘅，係喜樂嘅。耶和華係我嘅產業，係我杯中嘅份。呢句説話其實對於我哋今日嘅人嚟講有咩意義？佢話俾我哋聽，其實係一個好重要，亦都好基本嘅訊息。嗱，大家知道咧，
產業咧其實係代表一個人嘅身份，係咪？即係你有錢咧，你就有身份、有地位，今日都係啦，係咪？仲有以前啲人係覺得啦，如果你家無產業嘅話咧，人哋唔係好信得過你嘅啫，即係代表你嘅信用。嗱，所以咧古時啲人咧覺得咧產業咧既係佢嘅倚靠，又係佢即係認受性嚟嘅喎，即係人哋認唔認同我咧？我有冇信譽咧？就睇下你有冇產業㗎。嗱，產業係好緊要嘅，對於當時人嚟講，對於我哋嚟講都好似好緊要喎。但係今日我哋宣告話上帝啊，你係我嘅產業嘅時候，就即係話你係我嘅一切咯，你係我嘅一切。我相信上帝你必會按時按我哋嘅需要供應我哋喎，你信唔信啊？你相信上帝喺你心靈裏邊最缺乏、最唔知點算、最騰雞、最彷徨嘅時候，佢嚟安慰你，佢填補你心靈裏邊嘅缺口。弟兄姊妹，環境係冇改變過嘅，係咪？但係我哋擁有上帝，我哋得着上帝，我哋就多咗一份平靜安穩。好多年之前咧，我聽過一首詩歌啊，咁啊每次聽呢首詩歌嘅時候咧，個心裏邊咧都隱隱作痛。咁啊呢首詩歌咧，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嘅，我心靈得安寧，聽過嗎？聽過。大家知唔知個故事啊？呢個嘅人咧，即係寫呢首詩歌嘅歌詞嘅人咧，中文翻譯就叫做斯比福，係紐約一位律師嚟嘅。1871年啊，好耐歷史啦！1871年啦，芝加哥發生一場大火，將呢位律師裏邊嗰啲房地產啊、投資啊，全部毀於一旦，乜嘢都冇晒。冇幾耐之前，佢個仔死埋，好傷痛，好憂傷。於是乎，佢就打算帶埋佢嘅太太同埋佢個4個女留下，即係呢4張相嘅4個女咧，就不如過去英國嗰邊度假啦。咁啊坐船過英國嗰邊度假，就順個便咧就協助佢嘅好朋友阿慕迪，神學家慕迪，就辦佈道會，咁啊又去度假，又去幫朋友咁樣。咁啊臨出發之前咧，佢又收到消息喎，佢公司有嘢搞，咁啊即係搞掂公司啲嘢先啦。咁啊送咗太太同埋佢4個女就上船，諗住搞掂公司啲嘢咧，就跟住嚟啦。大家發夢都冇諗過，隻船出咗海冇耐就撞船。跟住佢收到佢太太嘅電報，個電報就咁樣講，就 Save alone， 即得我一個人生還。咁即係話咧，你個4個女咧就葬身大海。哇！佢簡直係好似即崩潰咁滯。佢即刻就坐船去到嗰個嘅即係現場嗰度，臨近佢4個女葬身大海嗰個海峽嗰度。哇！佢嘅心情就好似呢張相咁樣波濤洶湧，好哀痛，好悲痛。你冇辦法平復落嚟，咩都冇晒。但係上帝安慰佢，喺佢心裏邊突然間湧起一句説話。呢句説話咁樣講，佢話一切安好，願主嘅旨意成就。之後佢根據呢句嘅説話，去不斷去寫詩。佢將呢首詩嘅詩詞交俾另外一個作曲嘅朋友。呢個作曲嘅朋友幫佢譜上樂曲，成為今日我哋所唱嘅歌《我心靈得安寧》。我特登咧真係擺咗2節嘅詩歌出嚟。第2節係咁樣講，好形容到佢當時嘅心情。佢話：撒旦雖來侵，眾試煉雖來臨，我有主美正在我心。基督已看清我佛座之困境，今流血救贖我，賜安寧。然後第4節係好有盼望嘅，一齊讀呢節嘅歌詞。求主快再來，使信心得親見。雲彩將捲起在主前，號筒聲吹響，主再臨掌權柄。願主來，我心靈得安寧。人要到幾時嘅心裏邊先至能夠揾到真正嘅安穩？我覺得就係當你仰望上帝嘅時候，當你將上帝擺喺你面前嘅時候，你就能夠得力。
你就能夠喺你最苦、最唔知點算、最欲哭無淚嘅時候，你都仍然能夠屹立不移。嗱，詩人都係呢首詩嘅詩人都係，佢好安穩，佢非常之安穩，所以佢咁樣喺第7節裏邊講，佢話我必稱頌那指教我嘅耶和華。然後佢第8節又再講，我將耶和華擺喺我面前。佢認定上帝就係佢最困苦嘅時候嘅人生焦點，冇嘢能夠取代佢。所以咧，佢講得出第9、第10節呢個好寶貴嘅經文。第9、第10節，弟兄姊妹，我哋懷住個信心一齊去讀出嚟，預備起。因此，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詩人心裏邊好喜樂，佢嘅心好歡樂，佢嘅靈好快樂，甚至會覺得自己係可以坦然無懼咁樣咧嚟到去面對死亡嘅威脅。不過咧，呢啲經文咧唔係話俾我哋聽佢唔使死嚇，點解可以即係話必不將佢嘅靈撇在陰間咧？係咪即係話呢個詩人唔使死咧？係咪話呢個詩人咧即係可以復活咧？等等唔係。嗱，有好多學者咧點樣解釋第10節咧？佢覺得第10節呢段經文咧所講嘅內容咧係講緊彌賽亞。彌賽亞大家知邊個係咪？佢指向彌賽亞。既然係咁樣講咧，我哋就要即係揾一啲好有分量嘅人去解釋呢段聖經。我揾咗2個朋友嚟到解釋呢段聖經。咁呢2個朋友咧，大家都好熟㗎啦，係好有分量嘅人嚟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彼得。原來彼得咧講道嘅時候咧，曾經引用過呢段經文。彼得點樣講咧？佢話咧，大衛預先看明這事，講論基督復活。嗱，佢將佢睇成為基督復活。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，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。這耶穌上帝已經叫他復活了，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。彼得咁樣解釋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好有分量嘅朋友，大家估下邊個？係咯，就係保羅。好，保羅咧講到又咁樣講，佢話論到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，不再歸於朽壞，就這樣說，我必將所應許大衛那聖潔可靠嘅恩典賜給你們。又有一篇上說，你必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，係用緊詩篇第16篇。嗱，所以詩篇第16篇咧係相當重要嘅一篇嘅詩篇嚟。按照彼得同埋使徒保羅嘅解釋，呢段經文咧有個更深一層嘅意義，就係講緊乜嘢？耶穌基督嘅復活。上個星期我哋啱啱過完咗呢個受苦節同埋復活節嘅崇拜，係咪？我哋繼續紀念耶穌基督嘅復活。可能你會問啦，雖然紀念耶穌基督嘅復活同今日嘅主題有咩關係？你諗真啲，因為耶穌基督嘅復活，我哋嘅心可以歡喜，我哋嘅靈可以快樂。你仲記得一首詩歌嘛？詩歌第一句咁樣唱，佢咁樣講，我唔唱啦。因他活着，下一句係咩啊？我能面對明天。因他活着，跟住嗰句係咩啊？不再懼怕。仲記得嘛？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對明天。因他活着，不再懼怕。弟兄姊妹，喺最後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好中意嘅基督徒文學家嘅一首詩。呢首詩嘅名係咁樣講嘅，呢首詩嘅名係叫《信心之約》。首詩係咁樣講嘅，佢話：跳起的時候，相信你必會用傷過的手接着我，把我的下墜停止。即使我慌張的腳正胡亂踩在你新愈的傷口上。的而且確係咪？我哋之所以平靜安穩，係因為主耶穌。主耶穌用佢被刺穿嘅手托住我哋，用佢被刺穿嘅手承載住我哋每一個人生命，令到我哋可以得到真真正正嘅平安。喺你最唔知點算，
喺你最無助、喺你最想喊嘅時候，上帝話俾你聽，耶穌用佢雙腳嘅手托住你，我哋可以喺佢裏邊得到平靜安穩，安穩在主嘅手裏邊。同心禱告。親愛主耶穌，我哋多謝你，因你活着，我哋可以面對任何一切艱難。喺你裏邊，我哋得到真正嘅平安。我哋可以因為你嘅緣故，可以安穩喺主你嘅手裏邊。環境冇變到，但係我哋心裏邊確實好實在嘅，多咗一份平靜安穩。我哋要向你宣告，你係我嘅主，我嘅好處不在你以外，你係我嘅產業，你係我杯中嘅主啊，我多謝你，我禱告奉耶穌嘅名祈求。